台南因为传出光电的庞大利益，引发乌金介入的争议不断，加上光电过度集中开发，嘛引发环保团体忧心。对此，议员李宗麟在经发局的报告里指出，为了避免争议扩大，建议光电能源的开发一定要总量管制，并且强烈要求市府一定要收掉60亿线以西不得开发的地限。这个绿能跟绿电的趋势，因的使用，这是咱台湾没有办法回避的这个任务。但是你的职责就是，你莫想顶一任的这个经发局长出这么啊侪问题。你未来你应该爱甲台南市的市民讲，咱的光电的开发总量是不是要进行总量的管制？它的开发许可会达到什么样的范围跟边界？这个之后你有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答复啊？甲议则报告吼，因为目前能源政策是经济部甲农委会咧讨论啦，是经济部主导，即么就讲伊针对全国它有定义啦，但是它没有分到各地区啦，所以伊最近佫有一届会议针对遮个绿电要哪来？因为安尼我先甲你要求第一点，咱的台61线以西才收会掉的。台61线以西这个部分，应该市电已经有宣布，这无问题啊。无问题啦，好。台南各界都要关心太阳光电的政策，另外一直无落雨。议员蔡小伟麻烦了现况的水库库存，加对高科技等产业用水的冲击，希望了解再生水的开发，加强水管可能漏水的巡查。这样相关的一个再生水跟我们原本应该的这个水量的库存，到底接下来在工业区或非工业用的这个水量的部分，我们如何去辅导跟提醒、提倡要节水的部分？伊这报告吼，目前按照伊的蓄水量的话，伊会当个，因为咱目前咱台南的每日用水量，所有总用水量才会100万吨啦。目前的蓄水量差不多还有1亿，所以说整个量体来讲，按照这样去换算，至少还可以3个月。就水量的水源的供应的部分，不过那么每当轻忽。那么一直推动有一些工业节水跟我们百姓节水的作业，所以这部分我们同步处理。然后在再生水这一块，我们从去年的8000吨到今年已经到4月底的时候，已经可以达到28000吨的再生水的使用。台南因应水情的欠缺，将再生水提供给产业，减少使用自来水，来当调配给民生用水。当然，市府嘛希望大家水省省啊用，共同珍惜水资源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